好，各位大家好啊！咁我係 Tiksan啊，咁今日為大家分享嘅咧就係呢一個嘅2024年嘅第一條題目啦。咁第一條題目咧，其實咧過去嘅歷屆嘅題目入邊咧，通常第一題咧通常都好易嘅，但係咧其實近年嘅趨勢入邊咧都見到第一題咧都會即刻咧喺第一個題目入邊咧去打擊啲同學仔嘅，咁呢度咧就要留意啦。咁成條題目係問啲咩嘅咧？咁成條題目問得好簡單嘅，其實有個表啦。咁個表入邊咧就係有一個嘅神經個控制啦，同埋呢個激素控制嘅。咁佢就叫你喺3個範疇入邊咧去比較翻依個神經嘅控制同埋激素控制。但係當中入邊咧，如果你睇翻咧同學仔作答嗰個表現咧，尤其是係 A 題咧，大家要留意嘅就係呢個信號分子 signaling molecule 咧。其實好多同學咧睇唔明其實咩叫做信號分子，咁呢一度咧大家就要留意翻清楚個作答技巧啦。咁首先第一樣嘢，如果你係神經控制嘅話咧，其實就係神經遞質，OK。咁而激素系統入邊咧，激素控制入邊咧就係靠呢個激素康蒙嘅。所以咧，其實咩叫做信號分子咧？當你去讀書嗰時候咧，其實咧你去讀嗰個嘅突觸個 synapse，又或者咧嗰個嘅內分泌系統咧，個內分泌腺咧就產生一啲激素出嚟，然後入血管，跟住入血液，跟住翻心臟。OK，咁啊當中入邊其實咩叫信號分子咧？咁當中大家咧就係讀嗰個嘅細胞膜上面有一啲嘅受體 receptor 嘅。咁如果你係要理解咩叫做信號分子嘅話咧，就係嗰啲嘅化學物質 OK。神經遞質同埋呢個嘅激素咧，其實咧就會去到個細胞膜上面嘅受體 ，OK 結合咗之後，跟住咧就話俾個細胞叫佢做啲咩嘢，就叫信號分子啦。所以當中入邊咧喺24年入邊嘅第一條題目咧，呢一個範疇入邊其實1分，但係個問題係平均分係0.2嘅話咧，咁即係簡單嚟講，同學咧唔係太理解到咩叫做 signaling molecule啦。去到 B 題同埋 C 題咧，其實做好咗好多，但係大家都要留意嘅就係傳遞嘅路徑入邊。如果你係神經係控制嘅話咧，咁就係呢一個嘅神經元啦，或者你寫神經纖維 nerve fibre 啦。但係如果你係激素控制嘅話咧，就係呢一個血液同埋呢一個血管，咁冇乜特別啦。而去到最後嘅一條題目入邊就係嗰個嘅引發嘅時間咧，大家咧都答得非常好㗎啦，咁基本上冇乜留意，冇乜問題㗎啦，就係較快。留意翻呢一樣嘢，咁其實基本上第一題大家你要留意嘅可能係個 signaling molecule 個信號分子啦。第二件事嘅就係嗰個傳遞嘅路徑，大家都要詮釋一下究竟問緊咩啦。咁希望Tiksan Biology可以幫到大家手理解24年嘅第一題啦。拜拜。